我们还不具备。这个因素就是货币的购买力要保持长期稳定，也就是货币的发行量要受到严格控制。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外，所有的货币都是主权货币，各国政府拥有印钞的决定权，所以才会出现津巴布韦这样的小国，纸币多到清洁工的月工资都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的极端情况。美联储是独立的，不归美国政府和美国议会管，欧洲中央银行也不归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管，也不归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管。所以全世界只有聪明的美国人和悟透玄机的欧洲人都分别建立了一个政府不能控制印钞票的机制，所以他们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不是这样的机制，所以都搞不大。谁愿意使用和储备一种随时可能大量印制因而高速贬值的钞票呢？40年前15块钱可以供一个大学生1个月的生活费，现在呢只能买一碗牛肉很薄很少的牛肉面。这样的钞票说实话是很难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储备的货币的。建立印钞机制的独立机制，严格按照金融规律印钞票，政府钱不够了就借就发国债，这样的货币加上经济实力体量做支撑，才会有机会与美元欧元平分天下。各位网友，看到这个小视频以后，今后再听到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特大喜讯时，你完全可以划过去不看。